来继续来看台中市，为昨暝到今仔日的透早是无啥风雨，但是也是宣布限这个风台假。市长罗秀燕讲，虽然台中市的风力离这个限群的标准要差1级，但是为着市民的安全，所以也是预防性来限群1天。趁着1天的风台假，大部分的台中市民是痛到唔好讲，到罗秀燕的面册2赞2,29000个赞。 卖牛仔咧跳起咧碰椅顶唱歌兼跳舞，你看这偌欢喜。刚好听满民歌的时候，我们就跑这个。很难定是不是？对，我定大概2、3个小时才定到。台中市昨暝8点宣布放红台假 KTV 拢客满。马上课嘛，然后现场有很多客人在等候。我们下午的话定位也满满的。 百货公司还未开门，都真侪乡亲伫大门里排咧，门一个开，冲进前买抢买限量的商品。有的人是去看电影，就很久没放的感觉。台中市顶一摆放风台假是105年每期风台放2天，过7年总算会使搁放1天。是讲拢无什么风雨，有人怀疑讲啊是安怎会当放风台假？ 今天在登陆的时候，那基本上平均风力是6级，那台中市明天被预测就是6级。 市长罗秀燕讲，中央规定的停班停课标准是平均风力7级，阵风10级。台中的风力预测是平均6级，阵风9级，离标准搁差1级。因为为了市民安全，罗秀燕讲放假，市民真欢喜，冲到伊面册点29000个赞。2000多篇的留言讲罗秀燕是超人，是第2个妈妈，阁有人爱去新竹市选，阁敢若有苗栗县的县民留言爱罗秀燕去说服当今大哥，因为。 苗栗县昨暝9点，甲新竹市当时公告讲正常上班上课。县长谢东义的面册和民众留言讲，爱做一个有主见的查甫人。毕竟我们的学生也好，上班族也好，新竹的多。那如果万一他的家长要上班，然后我们的学生又停课，他家里小孩子会没有人照顾，还要很麻烦。 张东进强调讲，苗栗无达到放风台假的标准，加上日时嘛无什么风雨，甲隔壁台中市比较起来嘛无什么风雨，因要又放风台假。这张东进讲，台中放假未影响到苗栗，而且嘛甲边个县市讨论过啊，所以讲议员照常爱上班上课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